过。今天有特别准备纸条吗？我还特别写给他，这边是我哥的剪子，这边是我写给他的，这是我写给他的。大概内容是什么？就是觉得他人很好，难过。谢谢谢谢，大哥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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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托，不好意思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在这上面，大家辛苦了，大家辛苦了。我们那个门口，我们做完了，那不要放心，那我的头发来，小姐，不要吵，不要吵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各位，辛苦了，谢谢，太辛苦了。我会把那个香椿、台湾或者西装上下一块压实。